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6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34章到第3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4章，列国啊，我来听；万民啊，注意听。全地甲地上的万米，世界甲住伫迄内面的，拢着听。因为上主对万国发生气，对万军发大生气，伊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出在人台，受害死的为互人戏杀，新死的臭味称悬，正山会因为因的火翻红，天顶的万象会消失，天会亲像册卷起来，天顶的星辰会落落来，亲像葡萄树叶冷去，亲像无花果树焦去。我的剑已经伫天顶出现，看咧，这个剑要降落伫以东，临到遐个我判做应该灭亡的人民。上主的剑规支拢火甲油，就是羊羔甲山羊的火，以及羊羔腰子的油。因为伫波斯拉有祭物要献予上主，伫以东有大屠杀，野牛会甲因做伙受害，牛仔囝甲牛公嘛会安尼。因的土地会互火抹红，因的土规个拢油，因为上主有报仇的日，为着色安的案件有伸冤的年。以东的溪水拢变达玛加，土变做硫磺，土地变做得烧的达玛加。明日火拢袂煞，火焰永远得称，土地会代代趴远，永远无人对遐经过。毋过梯湖甲河堤会占遐。猫头鸟甲乌鸦会伫遐做寿，上主要用混沌做金色，甲伊娘用空虚做对钱，甲伊切。因的王国会灭亡，因的贵族甲官长会拢消失，宫殿会发刺白，一厘甲杂草会盖满要塞，遐会成做豺狼大的所在。岛鸟伫遐做寿，旷野的走兽甲豺狼会住伫遐，野山羊会甲伊的谈判相对叫，夜间的鬼怪会伫遐歇困，伫遐找到安息的所在，伫遐有箭头蛇做寿生卵，有蛇囝照顾蛇囝，白叶伫遐自集，公的母的拢集做伙。恁着查考，着读上主的册，无一项动物无伫迄内面。公的母的对对拢有，因为上主的喙有命令，伊的喙甲因自集。伊为着因抽签，亲手用手甲因分地界，因为永远得到所分的地区，世世代代住伫遐。第35章，旷野甲大蛇的地要欢喜，沙漠要快乐，亲像玫瑰开花，玫瑰要开花茂盛，要欢喜欢乐。伊要有黎巴嫩的阳光，要得到加密甲沙伦的光彩，因为看见上主的荣耀，记着咱上帝的光彩。就互软弱的手坚强，互无力的骹头趺徛在。心肝惊吓的人，恁着对因讲，着坚强，毋免惊。恁看，恁的上帝要来伸冤，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。
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，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，骹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，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，风暴要有水冲出，沙漠要有江河在流，炎热的沙地会变做水池，干燥的土地会变做泉源，栽农大个所在会发青草、芦苇甲蒲草，伫遐要有一条大路，人甲伊叫做圣路，无前去的人拢袂当对遐经过。迄条路是为着上帝的子民做的，行迄条路的连戆人拢袂迷路。伫遐无使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。伫遐人袂拄着野兽，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。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，唱歌来到锡安，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，因为欢喜快乐，无阁有悲伤吐气。第36章，希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先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佮甲因占领。亚述王对纳吉派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希西家王遐，总司令徛伫上池的水沟边，伫漂布场的大路遐。迄时，迄个家的囝宫廷总管伊利亚敬、书记西便那，以及阿萨的囝史官约阿出来见伊。总司令对因讲，去甲希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咧靠说什么？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，其实是碰碰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？竟然甲反叛我！你所倚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管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所有倚靠埃及王法老的人拢会安尼。恁若对我讲，阮倚靠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希西家兼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，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得伫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。打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恁2000只马，恁敢有法度找狗野的人通骑？若无法度，恁哪会当拍败我的主上世的一个部下？恁兼要搁倚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？现在我来攻击毁灭即个土地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？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即块土地，甲伊毁灭。伊利亚敬、谢便那甲约阿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，阮听有，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着。毋过总司令讲，恁想讲，阮主人找我讲这话，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，因甲恁共款，着食家己的粪，啉家己的尿。总司令阁徛起来，大声用希伯来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。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毋通听希西家的话。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出来投降，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有五谷甲新酒，有美牛甲葡萄园。毋通互希西家欺骗讲，上主一定会救咱。万国的正神明倒一个要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。哈马甲阿尼巴的神明伫倒位？
西法瓦因的生命伫倒位？因将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。这个国家的生命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，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迄时，迄个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贝那，甲阿萨的囝史官约押，拢拆离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第37章，希西家王一个听到因的报告，就拆离伊的衫，穿满衫，入去上主的殿。伊派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贝那以及资深的祭司，拢穿满衫去见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。因甲以赛亚讲，希西家安尼讲：今仔日是患难的日，是受责罚凌辱的日，亲像有囡仔要出世，毋过无力甲生出来。亚述王有派伊的部下总司令来亵渎永活的上帝，检测上主你的上帝有听到，为处罚讲这话的人，所以着替留伫这的人祈祷。以色列王的大臣来见以赛亚的时，以赛亚对因讲：恁着安尼甲恁的主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毋通因为恁所听到亚述王的部下对我的诽谤来惊吓。看咧，我要扰乱伊的心，互伊听到风声，倒转去家己的国家。我要互伊伫遐，互人刣死。总司令听到亚述王已经离开拉结，去攻击lib那，就出发去lib那，甲王会合。亚述王听见以索比亚王特合家要来攻击因，就派使者去见希西家，吩咐因对犹大王希西家讲：毋通互恁所挖去的上帝骗去，讲耶路撒冷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头。恁一定有听到亚述这王对列国所做的代志，因甲列国拢遭灭。恁敢有法度避免？我会终身毁灭的国家，哥萨、哈兰、利色以及住伫提拉萨的别伊甸人，因的生命敢有解救因？哈马的王、阿尼伯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希那甲以外的王伫倒位？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，读了后，就上去上主的圣殿，伫上主的面前将批剃开。希西家上主祈祷讲：这伫天使基路伯顶面的上主，万国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啊！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。上主啊，求你暗耳空听，开你的目睭看，求你听西那基立找使者来讲一切亵渎你活我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亚述诸王确实有互列国甲因的土地拢荒废，甲因的生命拢迄互火烧灭。其实遐个毋是神，不过是人的手用柴用石做的。但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地上万国拢会知只有你是上主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找人去见希西家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因为亚述王西那基立的事对我祈祷，关系西那基立，我上主安尼讲：在小女色眼看轻你，踢笑你，少女耶路撒冷对你摇头，你咧侮辱啥人，亵渎啥人？你咧对啥人大声？你咧对啥人骄傲？
甲伊看毋就目。其实你是在无视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有通过你的仆人武万主，你讲我使真侪战车爬上关山，去到黎巴嫩上悬的山尖。我伫遐插上悬的百香树，插上好的松树。我爬到上悬的山尖，进入上茂盛的树林。我乌井啉因的水，我嘛用骹纳埃及所有的河流，纳甲河流拢打去。恁敢毋捌听见？真早我做即个计划，古早就决定，但已经实现，就是你互坚固的城堡拢倒坏，变做风波石堆。遐的居民拢无力，因惊吓见笑，因亲像野地的草，幼软的影，厝尾顶的草，东风吹来就打去。你住倒位？你出你入？你对我的生气，我拢知，因为你有对我发生气。我有听到你自个的话，我要用钩仔钩你的鼻，用要甲姜挂伫你的喙，互你对来迄条路倒转去。希西家，这要互你做记号。今年、明年，恁拢会食野生的米。第三年，恁会野种、收成、栽种葡萄，食所结的果子。犹大家逃脱所剩的子民，会亲像一物，下面定军顶面结果子。对耶路撒冷要有剩落来的子民出来，对锡安山要有人逃脱出来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这个事，所以关系亚述王，上主安尼讲，伊袂进入这个城，连一支箭嘛袂射入来，伊袂举盾牌挖郡城，嘛袂去土堆攻城。伊对倒一条路来，嘛会对迄条路转去。伊袂进入这个城。上主安尼讲，我为着我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，要保护解救这个城。上主的天使去亚述军营，杀死185000个人，过早起人起来，发现逐所在拢是新尸。亚述王西拿基立就脱赢，倒转去尼尼微，住伫遐。有一日，伊伫尼斯洛的庙伫拜伊的神明的时，伊的囝阿德米勒甲沙利色用刀甲伊杀死，然后逃走去阿拉拉的地。伊另外一个囝伊撒哈顿继承伊做王。第38章。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都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袂死，病袂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硬拼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提口，然后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去甲希西家讲，上主，你的祖先大卫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咧，我要予你的血寿加添15年，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会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，就摕一块无花果药膏搭伫粒仔，王就会好。以西家问讲：
有甚物兆头，互我知，我会上去上主的殿。以赛亚讲，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互你的兆头。看咧，上主要互借伫亚哈斯所做日鬼的日影倒退10度，果然日影倒退10度。犹大王希西家编好了后，写这首诗。我想讲，我伫壮年的时就离开世间，行入阴间的门，袂当享受我所存的日子。我想讲，伫外人的地，我袂当搁见着上主；伫世间的自民中，我袂当搁看着人。我住的所在受疼，亲像牧者的布边受刷走。上主亲像织布的人，将我的性命卷起来，搁对织布机甲布剪断。伊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规暝哀哭，直到清早。伊亲像使拆碎我所有的骨头，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亲像婴仔啾啾叫，亲像粉鸟咕咕叫。我额头仰天，目睭黄昏夜深。我受欺压，主啊，求你解救我。我当讲啥物？伊甲我应允，嘛有照安尼做。我心神苦叹，失眠不足过日。主啊，人靠你来我的心神对你的应允得到开力。你有恢复我的健康，互我继续活落去。我受遐尼大的苦叹，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。你拯救我的性命脱离灭亡的深坑，将我的罪ฮ็伫你的脚趾后，因为因父袂当感谢你，死亡嘛袂称赞你。遐个落因父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。我的人只有活地的人会当称赞你，亲像我今仔日安尼，做老爸的要互因所有的囝儿知你的信息。上主要拯救我，愿要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用弦乐伴奏唱歌。咱今仔读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34章到第38章。